讲到虚假世代中清气无价的神，咱请陈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来敬拜你，因为活命对你来，也受你来掌管。阮活伫这个世代，阮心中看路，阮会受白血，灵魂麻痹。听上帝你的话，却听袂清楚；看上帝你的荣耀，却袂看见。恳求你的圣神，即时用你的话叫醒阮，互阮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你的名来行义的路。求上帝你甲阮做清气的心，互阮重新归回起初的信，互阮的内心有上帝你圣洁活命的同在。你教阮会通因为你以马内利，阮就会当看清楚阮的人生甲世间，也恳求圣神点伫阮的内心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荣光，通互阮身边的人看见上帝你何等疼痛阮。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候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活伫什么种的世代？咱这个时代其实经过真多的包装，嘛有真多无影无食、虚假的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当重新反省安静。咱问咱家己：我离虚假甲上帝的真实，我到底较我对一边？咱有时无一定会真敏感去想这个问题，但是身为上帝的子儿，咱应该爱静静想讲：我是徛伫这个世间这边，也是徛伫上帝这边。因为当咱安尼开始思考的时，咱就产生一种的判断，一种的选择。到底咱要活这个世间哪来哪世上吗？或者咱因为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意识到我的生命应该离开这个世间的世俗化，慢慢行往上帝身边。咱真欢喜今仔日致献牧师要甲你谢谢你的分享。牧师知影上帝咧带你，你今仔日用真实的悔改这条诗歌来表明你的感动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话放伫咱的内底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能选择，咱到底要徛伫上帝身边，也是要甲这个世间的王同行咱人生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牧师所宣读的圣经，甲咱做伙分享圣经的意义，最主要是对一种反省来开始。主啊，我的生命中间敢有遐个虚假？有时伫无意中间，咱讲话碰风，讲遐个五四三的，讲遐个无影无食的。今仔圣经，特别是白话字的翻译讲甲真水，伊讲无影食。无影食，恁可能听无迄个什么意思，但是恁若听无影无食，恁敢知影什么意思？但话实在真水啦，哦，连一个影都无，哦，连一个脚趾都无，就是表示讲迄是碰风的，无实在。反正咱的人生会互咱的人生成长。咱深深来问咱家己讲，伫信仰的旅程内底，耶稣的话敢有帮助我？脱离迄个虚假的世代，上帝的话敢有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天父上帝今仔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这个生命的家庭，每一个人拢成长进步。感谢主，咱的囡仔因为拍开耳孔来听上帝的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祈祷，就是祈天父上帝我做真我真正的我。今年4月致献嘛代表这个青年的团队，因为讲起一个追求，
有一个梦想的翅膀，要追求家己。伫分享中间，咱的囡仔咧讲起因咧超出因家己的人生。以前有真侪梦想，有真侪计划，直到有一日伊发现，伊找到一条路是伊所欢喜，伊想要读的，伊想要做的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圣神叫醒咱，咱对内面有一个祈祷讲：主啊，互我讲话真实；主啊，互我的思想信实；主啊，求你互我的行为诚实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，拢代表一种的选择。人要有能力通选择，伊需要做一个功课，就是判断。恁同意吗？你决定要选择什么种的物件，你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，讲这个物件对我是毋是有利益，是毋是有造就。所以选择是经过判断、看过分析、通过辨明。咱若辨明讲我的生活最近无实在，咱就会真实悔改，对迄个虚假、对迄个空虚的中间，慢慢，都会到上帝的面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虚假甲真实的中间，做了咱家己的选择甲判断。这是圣经内底真要紧的信息，因为圣经一起头第一句话，你讲起初，上帝还未创造天地之前，天地中间是混沌无清楚，所以空虚混沌甲真实，就是上帝所想事一个新的特殊、新的画面。上帝的本性就是信实，上帝的话本质就是真实甲真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得到提醒。今仔这句话讲了非常好，人有智慧行歹，却是无智慧行好。哦，这句话讲到实在有够白白啊！哦，这句话讲了实在充满真多的警醒。这句话是上帝对先知耶利米讲：“我的囝儿极其愚妄啊！”哦，迄个愚妄，这个字伫圣经原文讲装疯卖傻。第四段的圣经中间讲：“我的囝儿愚妄，毋捌我，因的愚妄无知。”这个愚妄无知原文的意思讲装疯卖傻。兄弟姊妹，咱活伫上帝面前，咱敢是这种的人生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咱千军一开始到一生的路尾，咱永远敬虔，伫主的面前恭恭敬敬。咱伫上帝面前毋通假笑，因为上帝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。听上帝的话，伊讲我的囝儿软弱，因有智慧做歹，但是无知识做好。咱毋通阿免哦，哦，人讲圣经当初读的，咱逐句拢阿免，拄句的时阵阿免惨啊！但伫主的面前，咱来斟酌听，因为这句话是一个责备，是一个警醒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先知以赛亚听到上帝的话了后，伊发出伊的吐气，伊讲：“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的奴仆伫你的面前，我做一个上帝你的话的工人。”先知就是一个伫黑暗的世代咧讲上帝话的人。先知耶利米伊对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我阿了看这个世间，世间是空虚混沌。我抬头仰望看天，这个世界连天就黑暗。”意思就是，上帝百姓生活伫一个黑暗的世代，伊的囝儿愚妄，有智慧做歹。无知识行好，伫今仔日礼拜是咱反省的祈祷，咱伫主的面前讲：“主啊，怜悯我。”当咱发出咱怜悯的祈祷的时，真道活命的上帝要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内底，互咱伫伊的怜悯的中间来得到帮助。耶利米哀歌嘛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话，伊讲：“耶和华求你怜悯你的奴仆，因为伫这个世代有真侪假的先知，
因做假的见证，讲虚假的异象，讲虚假的启示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古早亚利米迄个时代才有，伫今仔这个时代嘛有。最近咱看到新闻，一个叫做韩国的大邱新天地教会，有无？牧师无意思批评这个教会，但是咱伫反省的中间，应该问讲，什么种的教会会当互看到什么种的耶稣？教会敢真正会当互人看到耶稣吗？有的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，有的教会叫做纯福音教会，这拢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教会伊要号名的时，是表明伊的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叫做真正耶稣基督的教会。但是无真的这个字嘛，无代表讲迄个教会毋是真的教会。顺福音的教会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这间教会内底，伊所宣讲的圣经的讲道，拢必须要句句照上帝你圣经的话，何等的敬虔的祈祷。但是若无合做纯福音教会，纯福音这个名，无代表迄个教会无咧宣讲真正纯正的上帝福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世间所有的教会，无搁再做虚假见证，讲假异象，讲假启示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人面的中间，咱伫这个虚假的世代，咱坚持讲，主我要活出你的真道。主求你赏赐真实的信仰伫我的活命中。所以今仔日无论是咱的圣经，无论今仔日的金句，无论今仔日的启文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这话写伫恁的心中。或者我请问恁，咱的教会开始有这个讲道录影了后，恁有几个人捌去看这个讲道？牧师毋是爱恁搁再增加迄个订阅率，毋是。今仔日视线的分享，互牧师一个真大的感动。当伊听了礼拜了后，伊有去注意，佮重新对 YouTube 顶悬，佮重新看一摆。我毋知伊对头看到尾也无，我毋知影。但上起码伫迄个 YouTube 中间，伊有读出来，迄个礼拜中间的几句的圣经的金句。牧师爱恁真实欢喜，互上帝的话来养持恁。咱每一个人拢得到上帝的帮助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选择讲，主我要徛伫你的身边，主我要徛伫上帝你的话语的顶悬，主我甲上帝你真道的距离，要对100公尺、90公尺、80公尺，到最后，都伫上帝你话语的顶悬。主帮助我，互我一步搁一步来亲近你。即个全世界拢注意到这间教会，这间教会互人有真侪的讨论。牧师无伫即个礼拜中间，佮重新讲，因为恁拢听真侪这个报道。但是如果我若是新天地教会即个牧师，我会问我家己讲：人敢有伫我的身躯顶悬看到耶稣？我的耶稣爱我做什么种的牧师？兄弟姊妹，人敢有伫咱的教会看到耶稣？耶稣爱咱的教会，安怎过咱的生活？真实、真心、真道，求主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伫今仔日个礼拜有一个反省。自古以来，人的本性本得到真真假假，毋是今仔日才有这个困难，嘛毋是因为今仔日的世俗化，是因为人生中间常常是活伫真真假假中间咧选择伊的生命、伊的信仰、伊的信仰的立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重新伫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反省。咱的教会叫做长老教会，这种的教会是一个互咱对心中有帮助的教会。我毋敢讲长老教会应该食做恁的荣耀，我毋敢安尼讲。
因为长老教会也有真多进步的空间。但长老教会有一个信仰的反省，叫做咱的信仰的告别。伊这个信仰的告别最后一段话，伊安尼讲：伊讲，阮信上帝，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上帝的创造，佮负责任，甲上帝作为管理这个世界。安尼，人伫伊的生活中间，对社会、对政治、对经济的制度，都有一个责任。人也有温数。有艺术的温数、科学的温数，佮有追求真实的温数。确实，人有罪，误用上帝的温数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予咱有自由选择的意志。今仔日耶利米书甲咱讲，人有智慧最歹，但是无知识最好。这就是今仔日咱的信仰告别内底所咧讲的这句话。我敢有误用上帝恩典，甲这个世俗虚假半烂，或者啦，我徛伫虚假甲真实的中，这边也无得罪，迄边也无得罪，好亲像咱改成做了对。真理没有这种的妥协的空间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无搁再碰风、543、装疯卖傻、扭曲上帝话，无影无只，真真假假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一个祈祷。咱甲主讲：主，我要做一个口心合一的基督徒。我的嘴所讲的话，我的心所想的，爱一致。因为耶稣有责备伊身边的人讲：我的百姓。因用嘴来定位我，讲甲好听，但是因的心啊无为我拍开。伊听世间人的话语，听世间人的主张，将世间人的吩咐当作啥物？当作真理。这种的人，做基督徒嘛无采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邀请咱，互咱来我嘴心拢一致。兄弟姊妹，咱有这种的觉醒，咱的生命才会进步。咱若无意识到咱的生命中间有一部分是无顺转的，咱就无法度变成顺转。当然要顺转，爱靠耶稣的救恩。但是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亲像提摩太保罗所讲，这个世间人拢听什么？听遐个无影无只的话。荒谬无凭，这个字翻译原文就是叫做无影无只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做基督徒，咱伫这个所在是要看见有影有只，真实的上帝真道的话。阿门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内底，因为保罗所讲，你毋免辩论。因为信仰不是用辩论来的，信仰是一个悔改，是一个觉醒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伫上帝的信，上帝通过人的信心，伊所计划想事的计划。这个章程伫原文叫做计划啦。这个信本身，牧师捌甲恁分享过真道。这个信伫圣经中间有翻译做真道、信心、信仰。伊的原文叫做 pistis，pistis 这个字的意思是伫内在上帝神性的宽免，内在上帝神性的宽免。咱嘛会当讲，迄是一种的第六感；咱嘛会当讲，迄是一种的良心。当一个人伫内心有一种的圣洁的感动，伊对内面有一种的圣洁的看见，这叫做信。上帝通过这种的信心，上帝要将伊的计划放伫咱的中间。我要甲青年分享祈祷，咱常常包括牧师，拢会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头前要行的路，求你互我有一个记号，互我有一个答案，互我知影要行这边，行这边对一条路是好。但好亲像上帝无讲话，但是上帝伫你的身边，就算做咱听无到伊的话，
恁用敬虔的心所做的决定，恁伫努力中间所得到一条路，每一个敬虔的心甲选择的路，上帝拢甲恁三脚地地。有一句话叫做"条条大路通罗马"，咱咧甲上帝讨一条路，但是当咱认真敬虔、勇敢踏出去迄条路，上帝要伫头前等你。所以，毋是你选择对一条路好甲歹，是你行路的中间有上帝甲无上帝，甲你三脚地地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斟酌听。大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深深相信因牧师所讲的话。基督徒有甚物人敢夸口讲，我就是耶稣的代表？咱无一个人有迄种的权利，讲我是代表今仔日的耶稣。除了讲你是谦卑，讲我要将耶稣的好、甲耶稣的良善来做见证，你才会当安尼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去听这的铺票。铺票这个话，咱连我都无啥要讲。庄主老师是专门咧台语的老师，咱即摆人来讲铺票，你都听无啦。铺来铺去，那一个票吼，水票漂浮，无讲铺票的话。伊讲连伫教会内底迄个那经学书，专门咧教人读圣经的，遐伫耶路撒冷内底遐经学书，因所讲的话，连因都无明白啦。这叫做大话新闻的时代啊！今这个时代，大家也对啊讲，唔对啊讲。宁可点点莫讲话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用耶稣保护，高保咱的嘴唇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的心清气，咱的嘴无讲虚假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圣神的帮助中间，咱今仔日礼拜第一个祈祷就是选择。主，我要选择徛伫这个世间这边，或者主，我要选择徛伫你的这边。我若选择甲上帝同行，以马内利，这个上帝就要将伊的中庭、将伊的计划、将伊的文书放伫我的脚前。这个世间有真侪道理，听起来介像对，但是无影无迹。但是真侪人受不益，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。第二个祈祷，牧师要邀请咱决志。咱爱有选择，爱有悔改，嘛爱有改变。咱若无愿意改变，咱就永远无成长。改变就是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期待会当亲像你。主耶稣，我期待我做基督徒了后，我会当愈来愈亲像你。主耶稣，我未堪得。主耶稣，我真寒慢。主耶稣，我真卑微；主耶稣，我实在真粗俗。我未堪得亲像你，但是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亲像你。所以第二个祈祷叫做返璞归真。无论过去你有什么种的受到教育的影响、社会影响、生活的影响，伫今仔日，你求圣神帮助你，讲。照咱的内心，开咱的耳孔，互咱无听遐铺票虚假的话，独独只听上帝的真声，上帝的话圣经写伫咱的内底。咱嘛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要活出真正的我自己，真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迄个真我是甚物？迄个真我就是我来到这个世间的进程。迄个时阵是清清气气，虽然是一个红影，但是我来到这个世间第一个时刻是无多有罪、无多有邪恶的，是上帝你的活开，圣神充满，一个那像天使。上帝，你将这个红影，互我的爸爸妈妈，主求你互我活出起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今仔日个圣经最重要就是甲咱讲起三个心：无虚假的心，无亏欠的心，是清气的心；
求天父上帝用这段圣经对你讲话。咱甲主讲，主求你予我有清气的心，无虚假的心，无亏欠。无亏欠的意思就是无通嫌，完美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的灵魂，帮助咱所有的灵魂，帮助你的囡仔的灵魂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讲，咱甲上帝讲，主我要返璞归真。主这是我的祈祷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无数的邀请，我反省我家己。我到底伫我的生命的立场，我是选择做迄个欺骗，还是用上帝你的帮助、愿意？就算做我有损失，我都要讲诚实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圣经中间，耶稣有跟我的主耶稣有讲一句真重要的话。咱第一个想着讲，跟我的主耶稣所讲的话，恁一定会想着讲，愿恁平安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拢咧着惊的时。耶稣出现的时，甲因讲愿恁平安。当然，迄句话真重要。但是有一句话记载伫路加24篇第39节。当大家咧惊吓的时，耶稣出现，众人亲像看到鬼啊！因为世间较有人死会通过活，所以大家真焦急惊吓的时，耶稣甲伊讲：是我，毋是别人。这句话伫圣经的中间叫做 ego eimi autos，ego eimi autos， 这个字意思英语叫做 I am myself， 我就是我家己啊，我就是我个人真实的我。兄弟姊妹，牧师分享这段圣经，愿望恁读去了，恁常常花伫你的手中。恁甲上帝讲，至圣的上帝求你进入我的内底，互我成做真实的我。I am myself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成做真实上帝你的囝儿，兄弟好唔好？咱读圣经，咱做礼拜，最主要就是期待上帝对咱讲话。各位主耶稣今仔日甲咱讲，是我。毋是别人，咱甲耶稣讲，耶稣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因为圣经所有的教示，所有的上帝的话，拢是要甲咱讲神爱世人。所以保罗伫即个咧讲起真侪即个袂晓的话的中间，保罗讲，恁都爱保持清气的心。无亏欠的心，无虚假的心。伫这个中间咧讲的第一个清气的心，迄个心英语叫做 heart， 就是讲感情得的你的感情，你的情绪，你的感情爱清气。第二咧讲起迄个良心是一种觉醒，人会觉醒迄种的意识到的心。第三种咧讲的信心，就是拄则牧师甲恁分享，上帝伫神的中间要创造伊，成就伊的中庭，成就伊的计划。这个字叫做 pistis， 就是上帝的圣性伫咱的内底，亲像迄个活气，不断冒泡泡，不断将伊的话成做神圣的款面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今日这个祈祷中间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无亏欠的良心，互我无虚假的信心。我认捌上帝你的话怎样，我就照安尼来生活。主帮助咱，咱无人有能力，但是保罗讲这三种的咱的生命的内在情绪，其中一项，伊讲有主耶稣基督的听。恁才有法度活出清气的心、无亏欠的心、无虚假的信心，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讲，当咱做袂来时，你会当做一个2000年来真传统的祈祷，讲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起瑞的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兄弟姊妹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才有能力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用伊的听摇动咱的感情，用伊的听叫醒咱对任何代志的觉醒。
用伊的听，将伊圣经真理的话，将伊圣经真理的话写伫咱的内底，用伊的听来吸引咱。所以代表讲，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，有无？兄弟姊妹，越走无看虚假，求你互我紧紧来进入你的身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的生命内底有一种清气的心，清气的心伫原文叫做 cor， 真正是伫希腊语，伊就是读苦，毋是艰苦、食苦的苦。英语有一个苦 cor， 伊就是核心呐。伊对这个字来，佮有良心，求上帝甲咱洗清气，咱的良心叫到遮去，无啦，无逐个哦。但是咱问人讲，骂人讲，迄个人是歹人吼，伊心叫到遮去。求天父上帝今仔日用主耶稣的宝血，互咱重新洗身躯，咱的灵魂洗清气，主将一个清气的心放伫咱内底，主享受圣神。将迄个真理的信坚持，对上帝圣经话语的了解，叫做 pistis， 求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来讲互咱知。咱恭恭敬敬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决意敬虔离开虚假，主我要做你真实的家子，我要学大笔的祈祷，我要学所罗门的祈祷。大笔讲，求你帮助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趋向的意思就是前进。求上帝帮助我，吸引我，用你的听来吸引我，互我的心欢喜来亲近你，亲近你的话。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，互我伫你的话，伫你的话顶悬来生活。所罗门的祈祷，伊讲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两项代志，求你听我求讨。我甲你求讨两项：第一，无互迄个虚假甲白贼的话生活伫我的内底；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。主嘛，求你互我那无上过送香，无上过好业，够业就好，免得我伫欠缺送香的时来犯罪，嘛无抵到因为上过好业来骄傲，看轻我身边的人。自私自利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真侪圣经内底的圣徒，因所发出的祈祷，成做咱的祈祷。最后第三项，我要甲咱分享的祈祷，就是祈天父上帝叫醒咱的灵魂。咱的上帝是一个互生命变真实的上帝。对圣经起头，上帝创造天地的时，圣经讲一句话：起头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。水面黑暗，上帝的圣神运行伫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圣神若运行，混沌的世间就真做有特殊。这句话圣经最重要的意思就是，当上帝的圣神若点伫恁的心内的时，当上帝的圣神若点伫咱的教会的时，上帝的圣神就要互这间教会真做一间有光明、有特殊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甲上帝讨，互咱的生命充满上帝所带来伊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用咱属灵的目睭重新看咱家己，这叫做检视自己、反省家己。咱伫主的面前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伫我的内面敢有清气的心，敢有真实的良心？敢有无亏欠的信心？主求你帮助我，追求迄个有价值的人生。主求你帮助我，追求有价值的人生。亲像以赛亚所讲：高明的人多无高明的事，高明的事要永远存在。主帮助咱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脱离这个世间最最主张。保罗讲，这个世间有真侪教会。因所讲的道，其实拢是真真假假，迄叫做世上的小学，包括教会，包括社会。伊讲因所教的拢是教啥？教遐枝枝节节，毋是这种重要。迄会使食，迄袂使食；迄通摸，迄袂使摸。
你捌听过人甲你讲，迄袂使食，迄袂使摸无？有真侪人甲你讲，基督徒敢袂使食猪血？你捌听过无？哇！咱就开始伫有真侪疑问啊！有一日，看到牧师咧食猪血汤，保罗讲，圣经真正的道理，毋是咧讲这啊。圣经真正咧讲的道理，是真理甲活命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毋通听浮漂的话，无伫互相辩论，就互上帝伫咱的信心的顶端彰显。发明的意思就是彰显啦。上帝伫咱的信心彰显伊的计划，彰显伊的律例。上帝甲咱三合之地，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甲你的亲人，甲你的囡仔，做伙读圣经，好冇？将上帝真道教你的囡仔。一个无读圣经的父母，要安怎会当养育出来一个真正真捌上帝的囝儿呢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若要信，咱要信真的，恁同意吗？咱若要信，咱要信真的，真实唯一的上帝，信什么？真实上帝称义的话，就是真理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你的囝儿静静伫你的面前，愿求求你，求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内心。无一个人例外，无论是初信，无论是要无道，或者已经是9年的基督徒。主，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摇动阮的灵魂，求你甲阮做清洁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正直的心。就是清洁的心，无亏欠的心，无虚假的信仰的心。主听阮祈祷，亲像你听所罗门的祈祷，互阮要死之前，才会拢成做阮生命的祝福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是我靠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